歡迎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。今次呢集係來自獨立報嘅報導。根據佢哋嘅分析，英國財政大臣李運晴 Lachlan Wheels 即將公嘅第二份預算案，重點唔再係經濟增長，而係政治求生。佢嘅5大目標包括保住自己嘅財政大臣地位，填補財政黑洞 （financial black hole），應付經濟意外，安撫工黨議員，以及為應對改革黨嘅法拉奇 Nigel Farage 做好準備。今次預算好可能包括加稅、增加福利同鐵路票價凍結，而財政同政治壓力都好大，反映工黨目前面臨困難局面。詳細新聞內容，今日呢集引述獨立報記者馬杜斯 David Maddox 講下英國財政大臣李運晴即將公佈嘅新一份預算案，同埋估計佢想透過呢份預算達成嘅5個目標。李運晴喺2024年7月5號正式做咗英國第一位女性財相。一開始入佢嘅目標就係希望帶動經濟增長。佢覺得冇增長嘅話，英國就冇辦法提供工黨想做嘅公共服務。不過呢1年半落嚟，經濟增長希望幾乎破滅。根據預算責任署預測，英國經濟增長已經唔樂觀，甚至要調低增長，直到2029年。而家李運晴準備喺星期三下午12點半公第二份預算案嘅時候，已經冇再提經濟增長呢個字。而家佢嘅政治壓力大過經濟，原因好簡單，民調顯示工黨支持率低過20%，再加上法拉奇嘅改革黨喺民調上勢頭強勁，仲有黨內議員產生不滿，所以李運晴今次嘅預算重點似乎係政治求生多過經濟理想。首先，佢要保住自己嘅地位，甚至已經成為首要目標。近排李運晴仲指控有人對佢以男人教佢呢個女性做財政大臣，又指呢啲批評反而激勵佢要證明自己做得啱。不過民意對佢唔太友善，最新調查支持率跌到負52%，連黨內後座議員都對佢好唔滿意。佢做唔做得長久，其實幾危險。第二個目標係填補財政黑洞、財政赤字。李運晴之前試過削減福利，想每年減5億鎊，但因為工黨議員反對而放棄。冬季燃料津貼又要倒退，搞到財政黑洞越來越大。依家單係兩孩福利上限要再搵35億鎊，整體財政赤字至少有200億鎊，所以佢原本想減稅嘅計劃都可能反而要連續第2年加稅。第三係保護英國免受特朗普 Donald Trump 式經濟震影響。李運晴之前就強調要留夠錢做安全緩衝，應付突發經濟危機。上年留得唔夠，特朗普嘅關稅搞到全球市場混亂，戰爭或者其他災難都可能打亂財政，所以佢今次預算會取保守做法，保持嚴格借貸規則。第四係安撫工黨議員。現實係李運晴想拉攏商界已經遲咗，而工黨議會內大部分人寧願見佢換人。就算工黨多數派削減開支都唔容易，反而軟左翼影響力大，例如福利、兒童津貼、最低工資等等。咁即係話今次預算好可能會有更多生活成本支援，對富人徵稅，同埋增加福利、鐵路票價凍結等等。最後一個目標係應付改革黨法拉治嘅挑戰。工黨要有策略應對2029年嘅大選，而改革黨民調領先。工黨要揾到一個解決經濟問題嘅方案，先有機會翻轉局勢。總括嚟講，李運晴今次預算唔再係單純講經濟增長獎，重點係政治求生、安撫黨內、填補財政黑洞，同時防範意外經濟危機。大家星期三中午睇預算嘅時候，可以留意下佢究竟點樣平衡呢5個目標。呢集講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收聽或者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